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，我係張師奶。師奶閱閱讀充實心靈。每個人都渴望尋找到自己嘅靈魂伴侶，但係好多人對靈魂伴侶嘅定義可能都有所誤解。朵洛莉絲嘅個案指出，靈魂伴侶根本唔一定指浪漫嘅愛情關係，佢嘅定義遠比我哋想象嘅更廣闊。人類一直渴望揾到嗰位唯一嘅靈魂伴侶，呢個係唔係一個正確嘅諗法？靈魂伴侶其實唔係只得一個，事實上你整個靈魂家族嘅成員都係你嘅靈魂伴侶，佢哋可以係你嘅父母、好朋友、兄弟姊妹，甚至係子女。當你哋相遇嘅時候，深藏喺潛意識底部嘅靈魂記憶會令你產生一種極度強烈，好似識咗好耐嘅感覺。咁靈魂伴侶嘅相處係唔係一定幸福快樂、一帆風順嘅呢？啱啱相反，正正因為連結太深，靈魂伴侶出現嘅唯一目的就係逼你誠實咁面對自己。你哋之間嘅衝突往往會直接觸碰到你最核心嘅課題。有時候嗰個喺人間令你傷得最深，逼你喺一夜之間成長嘅人，反而係最愛你嘅靈魂伴侶。佢哋完成啟發你嘅任務之後，好有可能就會轉身離開，等你可以獨立自己行落去。感謝每一位幫忙解鎖我哋功課，而唔係陪伴我哋沉迷喺安逸嘅靈魂伴侶。